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，平常我手天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斯坦人大最久，不过你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因为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冲下落去了哦。Hello， 我喺红林又转来咧。哦，今日来到宝山，等我小朋友去爬蒲樟草噶，open 哥佢带爬蒲樟草噶。哦，今日老我抽到了宝山那边，佢咧可能想投钱，你抽啲改片哦，哪一款？欧文哥，哎，来到嘞，到嘞。啊，你用咩老奶抽啲料片哦？系啊。你没带被铺个片？我来压，你来装，好不好？你那水可以用马来，中马来用啊。练习走的剩双胞胎啊。真给人家改。系啊。啊，你想要用双胞胎嘛？啱啱結婚啊。眼咩黑呢？哎呦，哎，真强的哈，要水动胎哦。动胎啊。好，哎，方仔，攻守交换呀！你转场被扑腿多两片，就总量用关税就会走了。係啊。啊？啊？哦，哦，哦，哇哦！哦哦，要水动胎呢哈！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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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哦，上水上水。好嘞。哦，哎。Open 哥，老哎，你小给一下了送包的送上的奖好嘛？宝山村啊，是台湾生双胞胎比例最高的地方。哎，我刚有看到了有两罐牛奶还有桶哎，嘿，生意来了高啊，标多两片。原来摆表呀。算是求子用的啦。求子。哎，不错哦，好，哎，阿该你啊，哎你叫稍稍的去试茶好嘞。应该先煮一起吃仙草。好啊，哎，我安全包老你带好嘞。OK。好。送啥送啥？摸上了手黑，传说中的宝山水库。宝山第2水库，现在水很多。哎呀，哎，该看水的时间你都用蛮处理。看水应该是定双胞胎酒。哎呦，还牛降水后生。这样的。整个宝山人都去双胞胎井的水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继续啊。要不要？哎呀，漂夫法。带你来吃冰。哎呀，是凉的，是凉的。就讲你哦，我漂夫法。漂夫法。你要什么个？现炒。现炒好。哎。这个是仙草。哦，石毛鱼，石毛鱼。哦，你有隔板。哎，那就这么的不硬。呀，有以前有啊厚条的，做的内用的。我的那个。哦，不错。我反正你这些时间都是去那边搞。我老家附近，小溪啊，然后一些竹林这样子。你有观察，你北埔啊，从这多胎，你嘛该无上冲的所在。以前没有什么外来游客啦，就比较淳朴一点。但现在很多游客中老人，动动买戏的，有带动一些在地居民的经济发展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其实所以他们比较辛苦一点。疫情也是，我有来这边
盖乳全部蒙耶。多嘞哈，要牙不卡？哎，肉梦呢？董江余庆居，鹿角蕨，哎呦，是货哦，你种的吗？那种哎，跟眼看，哎，你要茶吼，电它当来泡，你来搞眼你啊鹿角蕨用蛮中，好吗？好啊，走对啊。来管营盖面工作室没有用那种绿色植物，跟你这里一样，都是老房子。老房子。嗯。欧本哥，哎，我们来直接来做鹿角蕨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做哪一个？要做，你要教我。做哪一个？喂，那什么意思？所以我现在要先挑鹿角蕨哪一盆，是不是？那我做这一盆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这个是我的板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给你用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们手边的鹿角蕨可以拿出来喽。那欧本哥，我们开始。现在这个板子，我们先做板子的东西嘛。对，我们要先把螺丝固定在板子上。好。还有我们才可以把鹿绑上去。鹿，把鹿。对，我们叫它鹿。哎，我看它上面有写这个要牌，很多远鹿哦，银鹿。银鹿。这个后面的这些都是鹿角蕨的品种，都是银鹿吗？有很多个品种，但是银鹿蛮多的。哦。这种。这是人家定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只是写上去，这样我才会记得它。就像太多我会搞错。我叫做金城武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现在知道。你现在知道，对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要把它螺丝钉上去。好。待会我们就直接锁就好了吧？直接锁，就像这个一样。钉4个角了哈。钉4个角，就是十字架的这样子。对，我们抓一下这个大小。按胎盘哦。它有就好了哈。哎，它有。哎，你这里有在卖吗？这里有啊。啊，我买会比较便宜吗？你是金城武的。金城武需要买吗？金城武也要买啊。对啊。那差不多了哈。OK。啊，下一步是我们要放水草。OK。这边要放一些不同的介质。树皮啊，肥料啊，因为让它的根在里面比较好生长，比较空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舒服。对，然后这些是固定它保水性这样子。对。看，我有研究的，你们应该头发是做过园艺耶。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子盖住嘛，像一碗泡面。对，像一碗泡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可以给它盖起来。对，我们要把水草放上去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吗？挑一挑。可以了，很像那个 Unchained Melody。Oh my love， 做陶土的那种。好啦，它应该铺车。把它放进去。好。放之前我们要先摆一点树皮，然后跟肥料，然后你可以把旁边的剥掉。瘦身。对，瘦身。好了，那可能差不多了。好。那不用阿姨。等一下，还忙。我们要来找一个方向，这个字叫雅典。雅典。对，雅典。雅典娜。希腊的雅典。雅典娜。豆芽菜的雅典。雅典朝上。雅典。好，雅典娜在上面。正上方。好。你要把它放，确定这边要压进去，压进去之后，然后就按摩它。爱钓上去，一下抢爱去甲伊命。假使你要卖，我先打电话问爱讲。看卖几多钱？人爱参详，爱讲多少当多少。卖几多钱？3、4千块差不多吧。OK， 我们要干嘛？你有没有觉得口渴啊？茶还蛮深。茶调出来，茶调出来。
这个就是那个井水做的，冷的哈。不是，不是啊，我不是在来喝那个井水热，的，哦，那个还有热的，那一壶。无爱伊下落闭宽啊，哦，你唔迄酱水做的，含油该酱水泡的，油嘛该上茶。啊，爸亮演的你去给他整理哦。系啊，哎，要整理哈。你迄头摆就替两片做。我出水多了见，哎，大概70年前这出生，好，后来搬了祖宗上台北50年，我开工厂织补工厂在树林，开了去年疫情这样，后来我说退休了，不接嘛，不加嘛，退休，找你看看。古时鹿角蕨咩疫情的关系，古时开始做了。去年接触，去年开始。植物种类，疫情假日我们得出去搞嘛，打礼拜种类北部。疫情没有地方跑嘛。哦，对，没地方。但是还有肉먹要店内啊。好，我们来喝喝看那个酱水，来送上的酱，浅水做的茶，好吃也唔好吃。这看凭着这女儿画的，这女儿画的，这妈妈画的。来，是唐朋友讲，你讲马该很多客家，哦，记得讲客家迄种能力，哦，就像这个杯子啊什么的园艺，哦，自己的房子自己在整理这样子，对，客家是一种能力。来。哎，真的不一样，是真的不一样。我觉得比较空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比较安静、比较空的那种味道，比较安静。味觉的我不太会形容，但就比较空的，但是就是留白的那种味道。我们在讲什么？那大概是这样子的，艺术。你记唔来的啊？嗨，走鹿角蕨是好，台中好，高雄有没有走？好不好玩？有没有？乃只有东冲告个奶茶陶艺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陶艺家。每天晚上礼拜六回来做到12点多，每天弄几颗回来又弄把它换新家，一直长大一直换，算是兴趣啦。兴趣。哎，我讲正经，我等下赚的时间，我会带量盘、量标，该鹿角蕨，该拿去买，好吗？真的吗？我会标了，你观音该片肉不？那样子很漂亮。安排去观音参观了。我带新鼻给路风，该新鼻全部会挨管区。新鼻总统就是挨。其实 Open 哥佮你做鹿角蕨，唔系佮个正经的头路，系佮闲的时间去搞的。但系我看得到佮个认真，好吃苦嘅人，其实看得出来，佮都都懂优秀，因为吃苦佮会变化，佮个变化很慢的。古时你硬看，假使有做条路以外嘅一个兴趣嘅话，咩系同好的，你可能人会较完整的体会到这个生活上的变化，没某样嘅人生哲学。